快点洗手，有好吃的今天。这有什么好吃的？味道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好？你今天才知道吗？鉴于你一直以来的良好表现，我准备了一份大礼送给你。好啊，那我说下，是什么？温情，温故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我知道了，怎么了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了，我要当爷爷了。什么鬼？温少卿给我打电话说，从容怀了一对龙凤胎。真的？那岂不是我要当奶奶了？你还没嫁给我呢，你当不了奶奶。哦，也是哦。周程程，咱俩出来浪了几年了2年。我有点累了，要不咱俩也结婚拉倒了？什么叫拉倒啊？怎么跟我结婚都成拉倒了呢？你也不跟我求个婚，也不给我个嫁给你的理由。理由，我先想一个啊。有了。你我暮年，闲坐庭前，花开花落听雨声，心密心兮赏月影，云卷云舒忆江南。你画往事，我画往事。啊？我说，如果你嫁给我，咱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能当叔叔，就赢了。哦，成交。以后就是一家4口人。对不起，是一家5口。